你吃重。只要你快乐甲平安，摕一部苦棍来承担，因为你是我这一生上爱的人。阮的变海水的答，想要予你过较风野，后世人犹原袂做你的囡仔。到了爸爸这2个字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哦，我的心真的都哭了。爸爸爱你，他讲不出来，他用他的行动；你讲不出来，你用你的歌声，你用你的奋斗。这个等号的对极摩擦出来的，我觉得那个火花，爱的火花是非常感动人的，所以真的很棒。